在地上大条，咱镜头来家己梅山的太平川、太平分推，相真侪民众一个连假去佚佗，一天就超过6000多人去参观。村长就讲，连续假期这几日有影比过年还阁较闹热。庄内街仔顶的店面，拢会当看到排队买物件的人潮。大平天天的入口嘛是不断有民众买票，准备要入去行。大平村的村长就表示，中秋连续休工这几日，才比过年阁较闹热。老街以外啊，还有它的巷弄的一些美学，真的是非常有特色。游客从去年的100万人次，今年可能会突破到150万人。然后我们太平的景点也带动其他周边7个村的发展。地方的社区产业合作社为着要庆祝经营天天3周年的活动，嘛有介绍节目，唔但有糖啉茶，阁有艺文团体来演出，吸引游客伫遮过暝，带动观光产业。彰化昨天就来这边了。县府表示，大平天天对地方真正有帮助，对外阁通好争取建设甲资源。200多人的大平川嘛，成为阿里山以外新的观光点。3年多来，证明它的游客逐年在增加，也证明这样的一个景观的设施跟旅游产业带动地方的就业跟所有的地方的这个产值。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表示，4天的连续假期，大平天天阁捌出现1天6000多人的观光人数。村长讲，中秋的好天气，刺激民众来遮佚佗的意愿，嘛希望来到遮的观光客会当遵守交通甲停车的规定，避免影响到别人的权益。记者林慧莹，家己报道。